香港人扎堆申請馬來西亞第二家園，是真香定係踩坑？脫口秀式拆解嗰啲是是非非。各位觀眾朋友們，大家好。最近打開香港嘅財經新聞，家長群、退休族閒聊組，10個話題裏8個離唔開馬來西亞第二家園，簡稱 MMEH。有人話呢個係中產突圍嘅救命稻草，有人鬧妥妥嘅智商稅陷阱，仲有人調侃香港人用腳投票，將吉隆坡變成咗新界北延線。今日盞就用脫口秀嘅架勢，擘開游說咗傾傾，香港人瘋搶嘅呢個第二家園，到底係馬來西亞太香，定係香港人被逼無奈？嗰啲聽起身天上掉餡餅嘅福利，背後藏咗幾多冇講透嘅是非題？先俾唔了解嘅朋友科普下，馬來西亞第二家園計劃，講白咗就係個長期居留簽證，唔係拎國籍，而係俾你個長期飯票，讓你可以帶住一家大細喺馬來西亞住5到20年。2025年新政一出嚟，香港申請人直接暴漲，有人講笑話而家去吉隆坡辦簽證，排隊嘅香港人比講粵語嘅大馬華人仲多。點解偏偏係香港人？點解偏偏係馬來西亞？呢件事都從自己一面講起，嗰啲讓香港人直呼真香嘅誘惑，確實留到咗痛點上。一、嗰啲令人無法拒絕嘅事。馬來西亞嘅殺手鐧。1. 教育內卷嘅避風港，華僑生聯考係真捷徑。在座嘅香港家長們，係咪每日都喺同叩門試 Band 1中學識莊園死學？香港嘅教育卷到咩程度？有家長話孩子3年級就開始刷中學模擬題，周末比返工仲忙。DSE 考個成績想進港大、中文大，難度堪比千軍萬馬過獨木橋。呢個時候，馬來西亞拋出嘅華僑生聯考，簡直係降維打擊。咩叫華僑生聯考？簡單講，孩子喺馬來西亞住滿2年，就可以以華僑生身份返內地高考，400分就可以上950、211，比內地考生低100-200分。呢個唔係傳說，係實打實嘅政策紅利。而且馬來西亞嘅國際學校性價比高到離譜，內地國際學校1年學費動輒20-30萬人民幣，大馬同級別嘅只要700萬，仲唔使學生簽證，父母拎住第二家園身份就可以陪讀，爺爺奶奶都可以跟住過嚟，實現3代同堂陪讀，唔使像喺其他國家咁，家長只能辦旅遊簽反覆出入境續命。咁絕嘅係大馬嘅國際學校走嘅係英聯邦體系 IGCSE IB 課程隨便揀，高中畢業後既能直接申請英美名校，亦都可以走2+1雙聯課程。前2年喺大馬讀書，最後1年去歐美本校，畢業證一模一樣，學費卻省咗一半。香港家長算得門而清，使更少嘅錢，既能讓孩子逃離內卷，又可以多2條升學路，呢筆交易唔蝕。有個香港媽媽算過一筆數，喺香港養孩子到18歲，教育支出至少500萬港幣，喺馬來西亞只要200萬，仲可以拎華僑生資格，相當於使小錢辦大事。呢個唔比喺香港擠破頭香。2. 生活成本嘅降壓藥，香港1/3嘅使費過神仙日子，香港嘅生活成本有多高？在座嘅都懂，1000萬港幣買個40平嘅甲子龍，一段茶餐廳快餐60港幣起步，連泊車費都要1小時40蚊。而馬來西亞呢，簡直係消費窩地中的戰鬥機。先講樓。吉隆坡市中心嘅高端公寓，100平大泳池、健身室，總價也就100萬馬幣，約150萬人民幣，首期只要10%，仲係永久產權，冇遺產稅。對比香港同價位，只能買個劏房，呢個差距堪比招待所 VS 5星級酒店。租樓更抵，3000馬幣，約4500人民幣，就可以喺市中心租個2居室，比香港新界嘅租樓價錢仲平一半。拜講日常使費，華人雜飯店2餸1肉，只要7馬幣，約10蚊人民幣；一杯咖啡5馬幣，睇戲特價日只要7馬幣，唱 K 3小時11馬幣，仲送飲品。香港人到咗大馬，感覺自己瞬間變富豪，
以前喺香港唔敢隨便截的士，喺大馬油費平，自駕出行毫無壓力。以前買件品牌衫要糾結半天，喺大馬10馬幣就可以買件純棉童裝，名牌折扣比香港仲狠。有香港退休人士話，喺香港每月3萬港幣剛夠糊口，喺大馬1萬港幣就可以過得有滋有味，仲可以經常出去旅遊。更關鍵嘅係，大馬華人佔比23%，吉隆坡、檳城嘅中文普及率高達81%，粵語、福建話都可以通用。香港人到咗嗰度買餸可以講粵語，睇醫生可以講中文，連電視都有中文頻道，完全唔使適應語言環境。呢種無縫銜接嘅生活，比去歐美國家舒服太多，唔使一邊適應新生活，一邊仲要同語言死磕。3. 醫療養老嘅保險商，全球頂級醫療加低成本保障。香港嘅醫療係好，但係頂唔住慢同貴。掛個專科號要等3個月，做個小手術排隊半年，私家醫院睇次感冒就要幾千港幣。而馬來西亞連續3年蟬聯全球最佳醫療國家榜首，醫療水平排名世界第15，費用卻只有歐美嘅1/5，新加坡嘅1/2。喺大馬睇個門診只要幾十馬幣，私家醫院體檢1600馬幣就可以搞掂，比香港平一半仲多。而且醫生大多有海外培訓經歷，醫療設備都係國際一流嘅。更貼心嘅係，第二家園持有者可以買本地醫療保險，年保費1500人民幣起，就可以享受170萬人民幣嘅醫療保障，住院仲可以免按金。對於退休人士嚟講，大馬常年24到34攝氏度嘅氣候，冇寒冬，可以緩解風濕、關節痛等老年病，加上低物價、高醫療水平，簡直係養老天堂。仲有個隱藏福利，持有第二家園身份，中國駕照可以直接轉本地駕照，只要筆試唔使路試。呢個對香港司機嚟講太友好了，畢竟香港駕照喺好多國家轉駕照都要額外考試，大馬直接開綠燈，出行更方便。4. 資產配置嘅避風港，低門檻加穩健收益。香港人對資產配置有多敏感？經歷過樓市波動、金融震盪，大家都想揾個穩嘅地方擺錢。馬來西亞第二家園嘅新政雖然提高咗定存門檻，但係頂唔住收益香啊。2025年新政將申請分成咗4個等級，最低嘅金融特區組，50歲以上申請人只要定存3.2萬美元，約23萬人民幣就可以獲批5年居留權。而且定存年利率穩定喺3.5%到4.5%，比香港銀行1%左右嘅定存利率高太多，仲可以免稅。更靈活嘅係，獲批後可以提取50%嘅定存用於買樓、醫療、教育，相當於錢冇得閒，又可以隨時用。地產投資都好吸引，大馬樓價過去10年漲咗42%，租金回報率穩定喺5%到6%，遠高於香港嘅2%。而且外籍人士買樓冇限制，仲可以享受永久產權，冇遺產稅，無論係自住還是出租，都係穩健嘅投資選擇。香港人本來就有買樓置業嘅習慣，喺香港樓價高企、投資渠道有限嘅情況下，大馬嘅樓產加定存組合自然成咗資產多元化嘅好選擇。5. 地理位置嘅黃金優勢，話走就走嘅便利。馬來西亞離香港有多近？飛機只要3個鐘，比去內地好多城市仲方便。掛住屋企，要處理香港嘅事情，周末飛個來回毫無壓力。對於唔想徹底離開香港，只係想揾個第二居所嘅家庭來講，呢個距離簡直完美。而且從大馬出發去東南亞其他國家旅遊都超方便，亞航嘅平機票可以輕鬆飛遍新馬泰、印尼、越南。對於中意旅遊嘅家庭同退休人士嚟講，等於擁有咗東南亞旅遊中轉站。對比歐美國家，大馬嘅地理位置既保證咗生活嘅便利性，又可以享受海外生活嘅新鮮感。呢個亦都係香港人青睞佢嘅重要原因。而嗰啲藏喺背後嘅睇似完美下嘅坑，講完咗似嘅一面，怎亦都唔可以淨係唱讚歌。任何睇起來穩賺不賠嘅買賣，背後都有睇唔見嘅坑。馬來西亞第二家園計劃嗰啲中介冇話你知嘅飛，
斬亦都要拋出嚟講下，避免香港朋友們踩雷。一、身份屬性嘅陷阱，唔係移民，只係長期簽證。好多中介宣傳嘅時候，故意模糊居留簽證同移民嘅區別，讓你以為拎到第二家園就等於拎到咗永久居留權，其實根本唔係咁回事。MM2H 本質係個長期簽證，首次獲批5到20年，到期要續簽，而且續簽嘅時候仲要重新審核存款證明同居住記錄，政策變動風險好大，想轉成馬來西亞永久居民難。需要連續居住滿5年，仲要滿足更高嘅定存要求，比如200萬美元或者專業計分，成功率低得可憐。亦即係話，你使咗錢買咗樓，亦都只係個長期訪客，唔係本地人。如果未來政策收緊，比如提高門檻、縮短簽證期限，你亦都只能被動接受，冇太多話事權。更關鍵嘅係，你唔可以放棄香港身份，亦都唔可以享受馬來西亞嘅部分公民福利，比如公立教育嘅低價名額、政府嘅福利補貼等。所以千祈唔好抱住移民嘅心態去申請，唔係好大機率會失望。二、資金流動性嘅奢望，存款凍結、流產難變現。2025年新政最核心嘅變化就係定存加買樓嘅雙重要求。無論邊個等級都要喺大馬銀行定存一筆錢，最低3.2萬美元，最高100萬美元，而且呢筆錢要凍結到簽證終止，只能提取50%用於指定用途，剩低嘅50%喐唔到。呢個意味住你嘅一大筆資金被鎖死咗。如果遇到突發情況需要使錢，好難快速變現，而且流產購買之後要持有10年先可以出售。除非置換更高價嘅流產，短期想靠買樓賺錢，基本冇可能。對於資金周轉靈活嘅香港家庭嚟講，呢個可能係個唔細嘅限制。畢竟喺香港，大家習慣咗資產快速流動，突然將錢鎖喺大馬，萬一遇到金融緊急情況，就會好被動。仲有個隱藏成本，申請嘅時候所有文件都要做雙認證，亦即係中國外交部同馬來西亞駐華大使館嘅認證，淨係呢個流程就要1到2個月，仲要使唔少手續費，加上中介服務費、體檢費、醫療保險費，雜七雜八嘅費用加起來，亦都係一筆唔細嘅開支。呢啲中介往往唔會主動話你知。3、職業發展嘅死胡同，唔可以打工，創業受限。好多香港年輕人想帶住第二家園身份去大馬發展，呢度要潑一盆冷水。除咗最高級嘅白金組，其他組別嘅簽證持有者根本唔可以喺馬來西亞受雇工作，亦即係話你唔可以揾份朝9晚5嘅工，唔可以領大馬公司嘅人工，只能靠海外收入或者投資收益生活。想創業，亦都冇咁容易，需要額外申請商業執照，仲要滿足本地僱員比例要求，審批流程繁瑣，成功率唔高。對於習慣咗手停口停嘅香港職場人嚟講，呢個意味住放棄喺香港嘅職業發展，去大馬只能做包工、包租婆或者靠遠程工作賺錢。如果冇穩定嘅海外收入，喺大馬嘅生活可能會好焦慮。呢個亦都係點解申請第二家園嘅香港人大多係退休人士、自由職業者或者已經實現財務自由嘅家庭。佢哋唔需要靠工作賺錢，只係想揾個地方養老陪讀。如果你係仲喺打拼嘅職場人，想靠第二家園去大馬發展事業，勸你三思而後行。4、居住要求嘅紅線，90天移民金唔係講下咁簡單。好多中介話居住要求好裝，確實50歲以上申請人冇居住要求，但係50歲以下嘅主申請人每年要累計住滿90天，而且2025年起入境事務處會嚴查出入境記錄，冇達標可能會被撤銷簽證。呢個90天睇似唔多，但係對於需要喺香港工作、照顧生意嘅人嚟講，其實好難滿足。雖然可以全家累計居住，但係如果屋企人都冇時間，就只能自己硬湊日數。有個香港老闆吐槽，為咗湊90天，每個月都要飛大馬住幾日，淨係機票錢就使咗好幾萬，比喺大馬嘅生活費仲貴，簡直係使錢買罪受。
而且長期往返香港同大馬，亦都會影響生活嘅連貫性。孩子喺大馬上學，家長喺香港工作，長期兩地分居，亦都唔係長久之計。所以呢個居住要求睇似靈活，實質係個井然枷鎖，將你綁喺大馬同香港之間，想徹底放開手腳好難。5. 生活細節嘅落差，理想好豐滿，現實好骨感。好多香港人想象中嘅大馬生活，陽光沙灘、慢節奏、美食遍地，但係實際住落嚟會發現好多細節令人崩潰。首先係基礎設施，大馬嘅公共交通唔及香港便利，除咗吉隆坡市中心，其他地方冇車，基本寸步難行。網絡速度亦都比香港慢，對於習慣咗高速網絡嘅香港人嚟講，刷片、開遠程會議都會受影響。其次係辦事效率，大馬嘅政府部門辦事效率唔高，辦個證件、交個水電費都可能要排隊等好耐，同香港快節奏、高效率嘅生活習慣反差好大。有香港媽媽話喺香港辦學生註冊半個鐘搞掂，喺大馬跑咗3趟，使咗1個禮拜先辦好，差啲耽誤孩子開學。仲有氣候問題，雖然常年溫暖，但係雨季嘅時候經常暴雨，而且濕度好大，香港人可能需要一段時間適應。另外，大馬嘅多元文化雖然包容，但係唔同種族嘅習俗、宗教信仰唔同，生活中亦都需要注意好多細節，避免產生矛盾。呢啲細節上嘅落差，可能唔會影響你決定申請第二家園，但係會影響你居住後嘅幸福感。所以唔好淨係聽中介話生活有多美好，亦都要做好適應唔完美嘅準備。3. 香港人扎堆申請係主動選擇定係被動逃離？講完咗馬來西亞第二家園嘅是是非非，我哋再返到核心問題，點解最近香港人咁熱衷申請？其實呢個背後既有對大馬優勢嘅主動認可，亦都有對香港現狀嘅被動逃離。從香港嘅角度睇，近幾年嘅生活壓力確實讓好多中產感到焦慮。樓價高企、教育內卷、職場競爭激烈，加上生活節奏快，好多人想揾個避風港喘口氣。對於退休人士嚟講，香港嘅養老成本太高，醫療排隊太久，而大馬嘅低物價、高醫療水平，正好滿足咗佢哋低成本、高品質養老嘅需求。對於有孩子嘅家庭嚟講，香港嘅教育內卷讓家長同孩子都不堪重負。大馬嘅華僑生聯考同低學費國際學校成咗突圍嘅捷徑。對於投資者嚟講，香港嘅投資渠道有限，樓市同股市波動大，大馬嘅穩健流產同高息並存，成咗資產配置嘅新選擇。而從馬來西亞嘅角度睇，第二家園計劃嘅新政雖然提高咗門檻，但亦都更精準地瞄準咗中產家庭嘅需求。一人申請3代同堂嘅福利，解決咗家庭團聚嘅問題。靈活嘅居住要求同資金使用規則降低咗申請門檻，加上華人社會嘅無縫銜接、地理位置嘅便利，讓香港人覺得離屋企唔遠，又可以享受新生活。可以話馬來西亞精準地抓住咗香港人嘅痛點，而香港人亦都喺大馬揾到咗自己想要嘅解決方案。呢個並唔意味住呢個計劃完美無缺，正如我哋前面講嘅，佢有好多優點，但係亦都有唔少坑。適合嘅人申請咗會覺得真香，唔適合嘅人申請咗淨係會覺得踩雷。比如退休人士、注重子女教育嘅家庭、有海外資產配置需求嘅人，申請後好大機率會滿意。而想喺大馬工作、追求快速變現投資、習慣咗香港高效率生活嘅人，可能會失望。C. 總結，理性看待，按需要選擇先係王道。各位觀眾朋友們，講咗咁多，其實想表達嘅核心就係一個：馬來西亞第二家園計劃冇絕對嘅好與，只有適合與唔適合。香港人扎堆申請，唔係因為馬來西亞完美無缺，亦都唔係因為香港一無是處，而係雙方嘅需求剛好匹配。如果你係香港退休人士，手頭有一筆閒錢，想揾個物價低、醫療好、氣候宜人嘅地方養老，仲可以方便返香港探親，咁第二家園好大機率適合你。如果你係香港家長，唔想讓孩子喺教育內卷中掙扎，想俾孩子多一條升學路，願意使時間喺大馬居住，咁第二家園亦都值得考慮。
但係如果你係仲喺打拼嘅職場人，想靠第二家園去大馬發展事業，或者想快速靠投資賺錢，咁勸你謹慎，唔好盲目跟風。最後想講，任何海外居留計劃都需要理性看待，唔好被中介嘅宣傳沖昏頭腦，亦都唔好淨係睇到別人嘅成功案例就衝動申請。喺決定之前，最好親自去馬來西亞住一段時間，感受下當地嘅生活節奏、基礎設施、辦事效率，再結合自己嘅家庭情況、資金狀況、未來規劃，綜合判斷是否適合。畢竟適合自己嘅先係最好嘅，唔係咩？希望今日嘅脫口秀式分析能夠俾正在糾結嘅香港朋友們一啲啟發。如果大家有申請經歷或者疑問，歡迎喺評論區交流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是是非非脫口秀，我哋下次再傾。